立委陈碧维互罢免了后，早起也是到立法院来质询。伊讲伊已经尽力了，佮用棒球来做比喻，讲这个社区的棒球队甲这个洋基队是拍成一比一来平手，最后敢若差一支逆转的安打。伊讲选区的民众，互伊感觉真骄傲，嘛希望基进党伫补选的时阵推出候选人。社区棒球队跟洋基队打成1比1平手。 最后一局差一支安打逆转，这个有什么好委屈？超强的好不好？我为我选区的民众感到骄傲。用棒球做比论，互人罢免后，陈碧维头一摆出现伫立法院，强调讲心情拢共款徛上质询台。因为咱顶个月申请加入 CPTPP， 侨委会敢有规划各地大商来甲该国的政府来建议。 作风无改变，陈碧维用台语质询侨委会，有几名立院立委把时间甲翕相。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明、立委范云，加上来有可能面临罢免条件的无党籍立委林忠祖，拢来甲安慰。行政长苏贞昌嘛讲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伊，为他惋惜，给他加油，鼓励他。人生的路很长，以我自己的人生起伏，给他参考，所以对他的未来有信心。 这摆罢免案挺陈碧维有73000票，外界关心讲伊的后一步。我下一步就是要把第3场补选打完，在第3场打完之前，根本没有下一步的思考空间。对我来讲，还是会希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。伊强调讲目前无参选台中市长的打算，陈碧维希望讲基进党会用伫立委补选推出候选人，伊嘛会斗徛台。面对任期剩较无1礼拜，陈碧维期待用伫立法院甲补选这方面发挥伊本身的角色。